五日节肉粽节要到，为了要庆祝这个五日节呢，伫台北大桥头商圈举办2019台北美食文化节，现场有纸箱啊做白龙船的比赛，搁使体验包粽的感觉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尽管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热哦，但大家还是大两瓜、小两瓜也要来排队，因为就是想要来体验端午节的文化。纸箱做的龙船，唔是伫水面伫爬，是大人带囡仔半行半走，慢慢啊冲，当一个活代表。你看这个囡仔唱到有够欢喜，很开心，因为赢了。那下次还会想来参加吗？想。2019台北美食文化节，大人囡仔拢唔惊热，要来体验五日节包粽的文化。装下一个熬好，将煮好的糯米饭、蓝豆干、辣子、猪肉等等的配料，拢总甲煎落去，甲包起来。你看这个囡仔头一摆包肉粽，真认真。第一次带小朋友过来，那有打算包几个粽子？就把它包完。现场有跋杯活动，三上杯就送一个状元及第包，这个商圈有够闹热，好大家用这肉粽坐来啉。